靈基營咧喺神學會嘅發展嘅裏邊咧係非常之獨特嘅，係因為咧佢其實就係仲先過咧神學會就存在嘅啦，係同我哋神學會嘅即係開創啦嘅宣教士咧係好有淵源嘅。靈基營咧最大嘅貢獻咧，唔係一嚟咧就叫好大規模、好大嘅嘅資源去吸引人，而係佢係好細水長流，係隨住歷史裏邊萬物耕耘。咁好似呢座建築物咁，我哋咧就係咧未嚟到係發現唔到嘅，但係發現咗之後覺得好好。咁我覺得呢個佢個貢獻係即係好特別啊！好開心今日能夠嚟探靈基營。咁靈基營呢個基址已經有100年嘅歷史，其實係好難得。咁最難得係佢又有鐵路，竟然可以係3-5分鐘就由鐵路行到上嚟一個咁有古蹟嘅味道嘅一個園舍。咁其實咧喺呢度留低咗好多前人嘅足跡。我哋有2位嘅開辦嘅即係呢個宣教士啦，一位就係許堅信姑娘啦，咁另外一位咧就係韋慕貞姑娘啦。咁當佢喺50年代尾咧，去嚟香港去侍奉嘅時候咧，佢就開辦咗一個嘅平安嘅醫療所。呢個平安醫療所就係其實神學會嘅前身嚟㗎啦。咁即係當其時佢有2位好好嘅姊妹咧，係同佢同工嘅。咁呢2位咧就係何姑娘啦，同埋白姑娘，亦都係其後咧就係喺靈基呢個嘅學校裏邊咧嚟到去。即係侍奉咧，嗰2位好忠心嘅宣教士嚟嘅。即係我覺得係個恩典咯，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宣教士嗰個心。你哋唔係用呢個心腸，我叻過你，你好差，我嚟去幫你咯。而係正正嘅就係佢就係基督嘅愛裏邊，佢覺得係應該做啲乜嘢。呢啲嘅愛咧，反而咧係會有一個好好嘅祝福咯。神學會其實係承先啟後啦。就承責咗，就係呢幾位好忠心嘅姊妹，好忠心嘅宣教士嚟到繼續去開創我哋嘅服務嘅。嗰陣時靈基營呢一度咧都有不同嘅叫做工程需要啦。你包括有一啲青少年中心啊、啲護老院啊或者剩咧，咁都其實3M 由嗰度開始幫。咁卒之其實喺90年代嘅時候咧，一班宣教士係定期每年都嚟呢度嘅。咁3M係一個 NGO， 即係用工程去服侍唔同嘅宣教團體、教會嘅機構嚟嘅。轉佢即係香港受祝福啦。咁靈基營咧就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即係一齊去服侍呢個社區。頭先提到宣教咧，好重要係看見唔同人，無論喺開始嘅時候，可能係因為照顧呢個居民嘅治安啦，後尾咧變成一啲即係棄嬰啦、孤兒啦。後尾咧係即係一啲學生啦，小學生又或者係即係幼稚園生等等。到今時今日，其實係好似一個即係綠洲一樣，去服侍緊咧呢個即係城市人。宣教其實喺過去嗰幾十年，其實都係不斷咁樣更新啦。即係頭先喺座談會我都分享，就係由即係最初50-60年代外地嘅宣教士見到香港有需要，所以嚟做本地嘅宣教嘅服侍，係咁樣開始。跟住做緊好多社區嘅工作，好委身好地區性嘅工作。而家喺香港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宣教嘅一個地方嚟嘅，因為香港始終係一個好多嘅族群、好多人嚟到香港居住、工作、生活嘅一個地方。舉個例子，靈基營好多時候都會接待一啲可能喺國內嚟到香港嘅一啲嘅青年人啦、學生啦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機會咧，讓到佢哋離開咗佢本身嗰個嘅內地嘅地方，去到一個唔同嘅一個嘅文化環境，去更加去認識即係呢個嘅環境啦，認識個生命啦咁樣。咁我覺得喺呢啲嘅地方，亦都係將我哋嘅一啲嘅信仰嘅價值觀啦，我哋嘅福音啦，可以帶到唔同群體嘅一啲嘅機會咯。將來可以做啲乜嘢咧？我就覺得有好多可行嘅方向。不過咧，社會係轉變嘅，所以咧我就反而會鼓勵大家請嚟緊呢一年咧嚟參加呢度營社活動嘅所有朋友咧，都寫得一個夢想，擺喺一個信箱裏邊，或者擺咗喺一個盒裏邊。咁過咗段時間打開，睇下邊一個嘅夢想係最有啟發性。宣教呢個嘅工作係我哋一齊去擁抱嘅，一齊去推動嘅。因為我哋相信嘅係即係我哋嘅上帝係一個宣教嘅上帝。看見咧好多人特別即係呢一個地區
好多人流動。呢個地區住嘅人啦，亦都咧有唔同地方嚟嘅人啦，一啲文化嘅一個交流啦，將佢心靈裏邊嘅即係情況能夠咧舒緩啦，可以放鬆啦，甚至乎咧可以同創天造地嘅呢一位嘅上帝咧可以有連結嘅機會，能夠俾大家有一個彼此接納彼此分享、彼此聆聽咧，我覺得呢個係十分之重要。希望我哋將大家唔同嘅機構嘅恩賜擺埋一齊。真係好即係做到一個即係基督身體咁樣嘅一個展現，咁然後去推動一啲宣教嘅項目。咁希望嚟緊個另外新嘅100年咧，都繼續有機會去彼此服侍上帝啦。無論靈基營也好，或者神學會也好咧，都能夠咧真係去成全咧呢一個入世而不屬世，世界即禾場嘅呢個使命。我哋希望係能夠成全到落去。